台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摆一日。今仔日是新历1月初1元旦，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就是旦。这个旦就是日，想讲元旦就代表新历一年头一天。那一旦就是有一天，就是万日的意思。那你讲明仔旦夕，就是旦夕代表早暗之间，意思就是讲生命有可能伫早暗这段时间随时会无去，代表生命危险。另外，这个白音读做旦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元旦，也就是新历1月初1，新年头一天。第二个词小旦，这是戏剧内底少年查某囡仔这个角色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为了要庆祝元旦，各地有倒爬算庙数看年迎接日出。另外，还有传统戏剧表演。小生看小旦，目睭看电线，代表好彩头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旦，这是文音，另外白音读做旦，带大家来做伙参考。